今年嘅主題係沿途有你，幸福無限，更係因為有在座各位企業夥伴嘅同行嘅支持，幸福才能不斷咁樣延伸，溫暖整個香港嘅社區。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贊助橫跨8個月嘅奇妙舞會計劃，讓學員接受專業嘅舞蹈培訓並登上舞台。今日大家亦都睇到佢哋嘅成果㗎啦，當中一定有好大嘅吸引之處。喺呢個時候呢，我哋就請其中2位嘅學員同我哋傾下偈。我呢就覺得好開心啦，可以有得再參加多一次爵士舞啦。但係呢，例如做一字馬啦，我做到呢就有成功感咯，覺得。我覺得我自己有手腳少少唔協調啦，我會翻屋企會自己練翻，跟住我都會睇翻社工幫我錄嗰啲片，甚至有諗過做兼職，然後繼續學舞蹈，跟住主要係想將呢份快樂咧傳俾更多人。愛特基金會香港喺大埔火災之後迅速支援受影響嘅居民，透過青年會為居民提供生活物資、食物及中醫服務，並支持本會令免費住宿嘅服務得以延長至今年3月31號㗎。YMCA 咧業務咧都係日新月異，都同我哋咧社會咧唔同界別咧係一齊合作，拓展唔同新嘅網絡，令到更加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攞到。咧我哋可以透過 YMCA 可以喺社區裏面鼓勵更加多去參與活動。係嚟自我哋今屆第2屆 HCare 健康友善機構，就代表住呢一個機構係非常關注員工嘅身心靈健康。